来乡亲啊，即卖黄霜雨贵，湿气特别重，对这个木造的古迹来讲，上惊白霞来侵蚀。台中潭子的财生山庄有101座的茶门，管防人员大家拢爱开关50座的茶门来赶白霞，讲比散步运动还阁较忝。对官方的人员到台中潭子区德兴山庄了解伊工作的情形，这2、3、4、5一天上无爱开甲关50座的茶门，目的除了通风以外，就是要伫每有季节防止这白霞将这座古迹救歹去。通风良好的话，你就会发现。那个白蚁它不会喜欢待在那里，它觉得人很吵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吵它。管理单位讲，潭子德兴山庄是10大面体之首，规栋厝是用福州杉起的，有101座茶门，迄若无了解动线，真有可能伫内底会找无路。熟练之后就会比较快，就我们也有说哦，早上开门其实10分钟之内就要完成。因为这个茶门是逐工开，这座德兴山庄到即马才会保持甲遮完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